感谢我们付前人点传师呢，给我们这个机会呢，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成长。今天呢，非常难得，由我们建凯讲师呢，来为我们慈悲这个祝祷文，那当然这个祝祷文这个课程呢，其实也是或许第一次呢，来学习的这个课程，那或许对于它的内在呢，当然要透过晚上呢，这个讲师慈悲呢，来为我们开示，那或许借着这样呢，能够来更加的了解。那当然在这一个祝祷文无非呢，那也是祈求上天慈悲，诸佛菩萨呢能够来降临一些这个福报啦，或是说这个消灾解业啦，那当然我们祈求神明的保佑，那当然反观回来，除了诸佛菩萨的庇佑、加灵加智慧能够消灾解业之外，那天道人伴，上天的道它是至善至美，那如何呢，让我们的道能够传遍每个地方，也如何深植在每个人的心中，因为心中有了道理，其实也是自己能够消灾解业，累积福报的这一种因缘，所以说呢，我们晚上有这一个机会能够更加深入的能够来学习，可以说非常的难得。那今天呢，我们请建凯讲师来慈悲，因为建凯讲师呢或许了解的，其实他在修办当中呢，真的他的体会呢真的蛮多的而且在这一个昆山果实团呢跟这个重回领任以及昆山果实团的一些浅显大德呢共同学习建凯呢，其实他所领会的真的非常的深厚，那也借着晚上这个平台，将他所启发的这一种对道能够如何来修办更圆融更好。那晚上呢，请建凯讲师呢就慈悲呢为我们来做一个开示。那或许不再耽误时间，或许在这里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那么圣环如意，感恩。我们感谢点人师的这个开场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欢迎我们的建凯讲师来给我们讲解这个祝祷文。好，我们欢迎建凯讲师。感谢点传师点传师慈悲还有领恩慈悲。那么，麦克风的声音还可以吗？可以。可以哈，好。那么，其实后学在准备这个祝祷文之前在这几个月的过程当中，其实相当的多的道务要忙碌啦。那后学也是借着在其中的时间，然后跟许多的学长姐一起讨论到，那在讲这个祝祷文之前呢，后学要先感谢天恩师的祖师弘时、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慈大悲，还有心意和老前人的五大牺牲，一手大仙的庇护，周前人、洪副前人，各位点传师，还有各位领任不领任的苦心栽培，还有各位前贤的不弃贤。
那让后学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里与大家分享这个题目自导文。好，那么或许不清楚是不是大家都有看过这一篇讯文啊？那后学在开场的部分，希望就是大家跟着后学一起把这个讯文先读过一遍。那我们就一起来念一遍。现在的我是多么的幸福，现在的我是多么的知足，现在的我正受着上天无尽的庇护，走在光明灿烂、多彩多姿的修办路上，我是多么的幸运与幸福。这人生真是一门深入，我要将这一份幸福与这一份幸运永远的传输，让不幸的人感受到这一份幸运，让不幸的人领受到这一份，让不幸的人感受到这一份幸福，让不幸的人领受到这一份幸运。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当菩萨的千手千眼，我要当人间的菩萨。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当菩萨的千手千眼，我要当人间的菩萨。好，那么在今天后学要开始讲解自导文之前呢，其实这是在网络上流传很久的一首歌，那它也是一个唱得很好的一首道歌，也是朗朗上口。那今天后学会在课程当中呢会分享那在课程当中呢就是会分享这个每一个段落的大概的意思，因为这讯文呢是缘由自2011年7月10号是在发一重的泰国道场，是济公老师临坛的时候跟徒儿们说的。他说，为师想给徒儿们一篇自导文，意是助导文，好吗？那浅显当然是说要。那老师就告诉我们说，要我们人人手抱合同，细细聆听。对，那这个就是老师开始批这个自导文的时候。好，那我们先从第一段。现在的我是多么的幸福，现在的我是多么的知足。对，那讲到幸福与知足呢，不知道各位前贤知不知道近期发生的大事件？我们常说世界的和平就是来自于人类呢没有纷争，没有恐慌，没有饥荒。那这也是世界面临就是灭亡的主要的原因，就是饥荒、恐慌以及战争。那相信各位前贤也很清楚，就是近期来就是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那或许为什么要提到乌克兰与俄罗斯呢？因为呢，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前呢，其实我们是维持在一个世界和平的一个状态下。那这样我们的人与人之间就是互动可能没有到非常的和谐，但是有一定的平衡在，也就是说，在我们看得到的世界观上面，人类与人类的相处其实是非常的和平的。那为什么后学会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哈，那让各位浅浅看一下。就是在战争之前，这位女孩叫莉莉获得胜利。然后呢，就在一个晚上，战火就爆发了，就像是某一夜的晚上，乌克兰的都市里
爆发了一个大。女孩不断的挣扎，爸爸就被抓走。战争1年后，女孩的笑容逐渐的变为悲伤。为了让小女孩生存，妈妈让小女孩上了难民船，然后遇难了。Are you related? No. We found a family for Alfred. He's what I've got left. 16th of May. Today, happy birthday. Hope you made a wish. And what are your parents? Yeah, I know this is hard.郑凯没有声音。好，不好意思。那么我们从影片知道，这个女孩叫 Lily。那在战争发生之前呢，她是非常的欢喜欢乐的度过每一个生日。那么在战争之后呢，就是战火逐渐的猛烈之后，她失去了她的父亲，失去了她的母亲，最后到了一个不知道哪里的国家，然后遇上了新的生活。那幸运的是，她存活了下来。那在这背后呢，我们反思一下，在现在战火非常猛烈的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那里的人民，他们感受一定是非常的不好受。那身处在台湾的我们，就是相对来讲就是非常的幸福。那我们也要对此感到的知足。为何呢？我们在出生之后，可能在台湾有许许多多的抱怨，比如说我的工作的薪水不够多，或者是我的生活没有很富裕，人家开着好车，住着好房，然后吃着美味的大餐，然后每一周可能都可以去百货公司逛着 shopping 啊，就是买着很多名牌包包，拿着最新的 iPhone，然后心里就是一直不断的羡慕着别人，说为什么别人可以这么富裕。那在这同时呢，在我们看不到的世界里面，其实有许多的国家，就像是现在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一样，就是发生了战争，甚至有饥荒，像是我们常听到的非洲难民啊，然后或者是非洲的小孩，他没有食物，没有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身材就是瘦柴如骨，然后干瘪瘪的，然后甚至就是肚子大大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环境上就是没有像我们这样是有干净的水源，那他们是有了什么就吃什么的环境，所以造就了他们的身体的不健康。那在这一个环境下面，我们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富裕的人啊，可以使用这些非常最新的一些科技以外，其实我们要感恩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遇到了道场，就是这个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说求道啊，得道有4难，哪4难？其实浅显们应该都知道，就是
人生难得，中华难生，迷失难遇，以及真道难逢。那这4难呢，就是我们在求道的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后学在听浅浅分享故事的时候，有听到一个故事是说，释迦牟尼佛有比喻说，这衣钵的得道是有多么的难能可贵，就像是一只千年的乌龟，它是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可是呢，它在千年的情况下浮出水面的时候，恰巧就浮在一个木板的圆孔上面，这代表着这个道是非常难逢的。对，所以说我们不仅是生在这个没有战争的台湾之下呢，我们又得到了这个道，这个宝贵的大道，然后又遇到了老师，然后保护着我们。对，那接下来要讲的是，现在的我正受着上天无尽的庇护，走在光明灿烂、多彩多姿的修办路上，我是多么的幸运幸福。对，就像或许刚刚说的，因为我们有得到了这个道，所以呢，我们踏上了修行的道路。那为什么要踏上修行的道路呢？其实，或许这边想要先分享一个网络的图片。那这个图片呢，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为什么呢？这个或许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是如此的幸运幸福。这张图呢，是一个信徒。我们常说耶稣的门徒都说信耶稣得超生，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坚信耶稣这个上帝，那他会保护着我们，让我们就是可以直往耶稣的那个所在之地。那这个人呢，他就在祷告着，他就请求上帝可以保护他。结果呢，他就被了一个东西砸到。这个时候，这个人就开始抱怨说，为什么上帝没有保护他？结果他抬头一看，发现，上帝正帮他挡着非常多的落石，大颗的石头。这像是我们在修班的路上啊，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或者是非常多的磨难，然后我们或许都会不断的去抱怨说，为什么老师不是说会保护我们吗？那为什么我还会遇到这种事情？比如说后学前阵子去年的时候有发生一场车祸，可是这场车祸并没有带走后学，反而让后学留下来，有更多的故事。那其实像这样子幸运的故事非常多，但是往往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看到的故事就是我的亲友啊明明就有求到，那为什么在数十年的时候得到了癌症啊，或者是得到了绝症，甚至就是因为一些事故而往生了？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去非常的不开心，然后就觉得这个道是假的。那这不但没有让这个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反而就带走了我的亲人。那就像最后这张图一样，这个上帝就说非常抱歉啊，他是不是漏掉了一个这个小石头啊？他就问了这个信徒说，你还好吗？看着这个人就不断的哭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往往呢，我们常说我们在求道之前啊，我们的生死呢是挂在地府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死簿是在地府。在我们得道之前，这个名字都是写在地府，也就是我们离开人世之后，我们就会到地府去报道。那报道我们这一生所办的好事或者是坏事也好。可是呢，在我们得到了这个道之后呢，我们求得这个大道之后呢，我们灵性呢是从地府除名，天堂挂号了。也就是说，我们在离开人世之后，它是可以前往就是天堂，然后去我们一样会报道，只是我们报道的地方不是在地府，而是在天堂。对，
那在这边后学要分享就是这个是一场法会当中哦，就是济公老师我们与那个济公老师有约好，那就是有一场天人合一的法会当中呢，老师临坛的时候，在这一个扁担上面写下了2张纸，一个是写下乾字，一个是写下坤字，然后就请了乾贤来拿了这个扁担。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上来的乾贤，有些人哦，就是刚拿起这个扁担的时候，完全拿不动。这个扁担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放，就只有放着乾跟坤2张纸而已。那我们就产生了疑惑啊，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那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哦。那接下来就有乾贤哦，就是拿这个扁担，勉强撑着它，就是提得起来，可是就是拿得很勉强。那有的人呢，就是拿了这个扁担之后呢，他试着可以走了一步。那老师呢，就是济公老师，他就说了，这个可以担起这个扁担的人，又走了一步的，是在道场修行了好几十年，而且这也是这个乾贤呢的德性非常好。那大家知道吗？这个扁担上面写的乾坤2个字，为什么这么重吗？对的，这个扁担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业力，也就是我们6万多年来的业力。那为什么这个业力这么的重呢？因为我们常知道，就是济公老师很慈悲，他就是帮我们承担了我们6万多年来的业力。也就是说，老师平常呢，就是扛着这2个扁担，也就是上面的业力，在一路的看着我们修办道持续的走过来。所以呢，我们要感受到非常的幸福，因为我们在这修办路上啊，是有老师陪伴着我们的。那么呢，我们说这人生真是一门深入。那我要将这一份幸福与这一份幸运永远的传出，让不幸的人感受到这一份幸运，让不幸的人领受到这一份幸福与幸运。对，那这个呢，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道呢，它是非常的好的嘛。那我们既然已经得到了老师这么多的好处，那我们势必就是要将这个好的道把它传承下去。那至于呢，我们有没有感受到这一份幸福与幸运？我们再来看一支影片。
师影片没声音吗？影片，不好意思，后学可能用错。我们讲师没有关系的，我们看那个画面还有文字也可以看完来。我们从不要再继续，后半段好了，只是差没几秒，从后半段开始。好的。感谢浅显慈悲。好，不好意思，刚刚后学没有注意到没有切成影片。好，那好，那么我们后学刚刚这影片前半段可能对，前半段如果字幕看得很清楚，我们很清楚，就是说，这里有个小孩，他偷了止痛药，还有，对，他就是偷了药，然后是因为他的妈妈就是生病了，结果这里有一个面摊的老板，他煮了一碗钵仔，然后给了这个小孩，并且帮他支付了这个止痛药的钱。那他的小孩觉得，爸爸觉得爸爸做这件事情很傻，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对他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可是他却为了要，他却花了钱去帮了这个人。那过了多年后，这个爸爸始终如一，他还是遇到了饥饿的人，还是会帮助他，让他就是有饭吃。那在这之后呢，结局就是这个小孩他长大了，也成为了一个医生，正巧就遇到了这个当初帮助他的老板，所以他也要帮助他，就是度过了这个难关。或许刚刚影片也没有把最后给大家看，或许再剪一下，没关系。那个影片的最后呢，就是这个医生他真的是在泰国是一个医生，那他在行医之后呢，就是到处去贫困的地方帮助一些没有钱看医生的人。对，那为什么要看这个影片呢？因为呢，我们常在道场啊，就是听前贤说，我们办这场白羊旗的普渡哦，就是要帮助济公老师，然后就是度化众生，然后不断的把前贤引渡到这法船上，因为三旗